热讲讲。讲有错天桥梁了个，一介医生哪能恁当都该敲头错？记牢恁当绕到当当响，喊太马上过江阴无糖多。哎，该有片脚到来看，千万唔好拖。我东海大来要下讲该头上奖，四山直来要林子草。不应该冲头夜公歇，还有2把条走毛，抢命该你唔是看眼科，找心头。老爱的肉儿搭落去，答案不是走得去看天让长山歌。讲头落索咪唔是食肉儿，俩贴肉果搭到你该头那放射手，帮你生出山中毛。嘿，讲有人背拖拖，我保证也是等闲变作斯文哥那个医生，世界人命检到个很多敲头，喊过来一介老巴木。哎，医生啊，我雌枪后生背拖拖，拖毛不用改翻咯，相爱老你买贴肉儿转起高，唔知为好就唔为好。医生讲，嘿。你俩款的镜头，唔是个肉儿，用爱偏方就为好哦，乜该偏方啊？你生气准备四地病，用那四地病，老你夹东昂，两头马索拖，咋个心内不着无着着四方，卡机铁吹出林脉，你该把握就为好啊？铁吹脉啊！咁唔會冇命經驗幫，嘿！你肉骨棒切後又應該不管你命有什麼。